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初6，旧历的8月初8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哪会遮惨呢？128台的游览车卖甲剩一台。高雄的金禧旅行社伫台湾的游览车界是排头顶的，但是因为中国暂停团体客来台湾，结果台湾一日减掉8、9成的中国客。讲以前上多一天会当接到50团，即摆是一团都无。金禧旅行社的头家江基兴面对这款的困境，痛心，家旗下128台的游览车总卖掉，剩留一台。头家人感叹，因为政府的政策，互两岸关系紧张，老百姓是一点仔台话都无。姐姐您好，我们没有车了呢。行李上门我都接，拢是因为游览车互人包去啊，因为中国团的游客接不了，有点水淹金山寺一样，忽然间的暴涨的水。台湾游览车业者内面所数字的高雄金禧旅行社，上好时有128台游览车，不过即马敢若剩一台，因为无团客通接啊。当时我的团体1月1将近1000多团，无半年的时阵，我对1000多团降落来到剩无50团，所以每个月平均都亏到800万左右，所以撑了3年多。没办法，撑了。头家江基兴怨叹讲，因为两岸关系紧张，致使讲中国游客无要来，和这个捌称霸一时的金禧旅行社，即马煞面临爱关门的命运。针对中国团客无要来，影响台湾的旅游市场，政府支持国内旅行业者，除了推动国内远东的旅游补助，提悬境外包机奖励等等真侪措施以外，即马更加针对游览车的业者推出短期税费减免的措施，希望讲有遮侪做法，和旅行业者游览车趁这个时阵转型，开发其他的旅游市场，莫阁受到中国团客牵制甲影响。